2026年開始咗冇耐，唔知道嚟緊26年嘅潮流會係點樣呢？尤其是我哋呢啲比較中意玩穿搭啊、玩波鞋嘅人呢，到底2026年有啲咩唔應該着呢？或者有啲咩應該着呢？而家睇落去啊！如果想支持下我，介紹更多鞋款衫褲俾大家，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下。我哋陸續揾緊合作單位，提供會員專屬折扣，仲會不定期送鞋送衫添。Y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自拍豪啊，又嚟說穿啦。今日咧就唔係講一啲衫咁樣啦，我就係其實都想用呢個 topic 去講好耐嘅啦。但我拍 YouTube 咁耐咧，都冇乜講過所謂嘅 trend 潮流，因為我本身其實都唔係一個潮仔嚟嘅，我純粹一個比較中意玩穿搭啊，好中意波鞋啊，好中意買，最近中意多買皮鞋啦，買鞋嘅人啦。但係咧都會有留意而家流行啲乜嘢類型嘅一啲衫褲啊，或者有啲咩 trend 咧咁樣樣。咁啊，不如分享下我最近可能喺上網見到啊，喺 IG 啊，或者睇一啲 fashion show 嘅時候咧，見到有啲乜嘢，我覺得係26年應該可能會 out 地嘅，或者26年有啲咩新嘅潮流咧。雖然咧而家已經係2月尾3月啦，呢條片出街嘅時候唔知係幾多月咧，係啦，咁都過咗2個月啦。咁啊，但係嚟緊有10個月時間，大家可以玩啲咩呢？不如而家開始講下啦。好啦，不如就講下 overall 2026年嘅趨勢係乜嘢？有啲咩千祈唔好着啊？就係 NPC style 啦。有啲咧女仔會分享咧，佢男朋友咧着嚟着去都係嗰啲嘢啊。其實呢樣嘢都興咗好耐㗎啦。可能簡單 T 恤啊，機能嘅短褲啊，冬天就着條機能長褲啦，跟加對 NB 啊或者 Asics 啊，呢啲懷舊波鞋，呢啲咧都係非常之 NPC style。但係咧呢個 NPC style 咧已經唔係上年2025年㗎啦，已經係再早期啲啊。因為我成日覺得香港人咧係比其他地方嘅人咧係更加慢，可能2年嘅。我覺得都唔好講話歐美呢啲比較係帶領潮流嘅國家啦。日本啊、韓國呢啲都非常之領先，就算連台灣啊、馬來西亞都係比較貼近而家嘅趨勢嘅。但係香港人咧始終都係慢少少，接受能力咧其實係比較低嘅。所以咧你見到大部分人着嘅嘢咧都係可能係2-3年前興嘅嘢。咁2025年嘅 NPC style 係咩咧？大家可能會見到喺 IG 啊或者係 TikTok 嗰啲咧，會見到好多外國人啦、台灣人啦，有啲部分嘅香港人啦，都會着一啲短身嘅外套啊、恤衫打呔啊，加條彎刀褲啊、pillbox cap 係啦。我自己都有玩呢種 style 嘅，但我可能着過幾次啦，都係比較早少少，可能係24年尾、2025年頭嘅時候我着呢種 style。咁但係咧，去到今年，我覺得真係唔好玩呢種 style 啦。當然有部分人覺得呢種 style 唔靚仔啦，咁我自己我接受能力比較高啲，我覺得其實都 OK 啊，唔錯啊，幾有 style 啊。但係就係因為佢太有 style 啦。如果你好多人都係着緊同一類型嘅衫嘅話咧，你好容易明顯見到一班人點解全部都係着一式一樣嘅衫嘅？呢一種 NPC style，我覺得2026年就唔好啦。我覺得整件事太過公式化，因為嗰啲單品咧，就算你換咗另外一個牌子都好啦。嗰啲嘢都係差唔多，都係打條呔，一件短身嘅外套，彎刀褲亦都好識力除啦，所以其實盡量就避免啦。咁今年又應該要着啲咩呢？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呢？其實呢幾年嚟啦，都係吹緊一種叫懷舊風啦。無論衫啊、褲啊、波鞋啊都好啦，都係啲牌子都會出一啲復刻版啊，或者出一啲比較 old school 啲嘅 style 嘅嘢嘅。但係真正嘅懷舊風呢，由呢1-2年又少咗人着。但係咧，其實喺2026年咧就會慢慢翻嚟啊！而最容易可以配搭到嘅懷舊風係啲咩咧？就係 workwear 啦，即係一啲工裝類嘅嘢啊！但係其實咧呢個工裝類嘅嘢咧係我諗由2016-17年開始啦，嗰陣時開始會多人着啦，尤其是日本啊嗰邊。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咧，佢都冇退潮到嘅，只不過係近年俾其他一啲 style 咧 overram 咗。如果本身一啲係好中意着工裝啊、嗰個軍事元素嘢嘅人咧，佢係咪都會着嘅？咁呢種 workwear 有啲咩好處咧？
喺而家近年咧，大家比較唾棄 fast fashion 啦，就覺得冇乜 quality 啊，淨係追潮流啊。咁但係如果你買一啲真係工裝嘢啊，或者軍事元素，甚至乎買一啲 vintage 嘢去古着店買一啲真工裝、真軍事元素衫，嗰啲咧就真係比較 long lasting 啲嘅，質料亦都係比較好啲啦。佢咧係比較襟睇啲啦，冇咁容易 outdate 啦。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嚇，如果我成日都係着工裝類嘅嘢，會唔會好悶啊？但係其實咧，只要你配搭得好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好多嘢玩嘅，一啲都唔單調啊。同埋好多工裝啊，或者一啲軍事元素嘅嘢咧，都係比較多細節嘅。咁只要你揀啱一件靚嘅話咧，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睇㗎啦。對於你嘅穿搭咧，亦都好有幫助啊！而且咧，傳統嘅 workwear 咧係偏向唔係勁 oversize 嘅，因為咧其實前幾年咧咪好興好 oversize 嘅嘢嘅。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，由上年開始咧，啲衫褲啦，尤其是褲款啦，就開始慢慢收窄啲㗎啦，冇以前咁離譜勁闊咁樣嘅。尤其是去到2026年，我睇到個 trend 咧就係會越嚟越細啊啲衫，唔係講緊係好 skinny 嗰種，係比較 fit 身啲，或者就算係闊版嘅咧，都係 relax fit 比較多嘅。而呢一種傳統嘅工裝啊、軍裝咧，都係比較偏向係 relax fit 啦，咁咧就會比較容易駕馭啦。唔同任何身形啊、高度嘅人咧，都比較容易可以穿着到啊。所以咧，你會由上年年尾開始咧，留意到好多唔同嘅品牌咧，都有推出一啲軍事元素啊，或者工裝類嘅一啲單品嘅，例如 Sonicam 啊，或者我最近都幾中意嘅 Clash 都有推出呢類型嘅嘢啊。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考慮下、留意下呢類型嘅 brand 或者呢啲咁樣嘅 item 啦。2026年咧都係其中一種比較流行嘅元素啊。有一種褲咧，我覺得2026年咧都真係可以唔使着噶啦，就係 Barrel Leg Pants， 即係彎刀褲啊！嗱，首先呢種褲型咧已經係備受爭議啊，喺 Threads 咧勁多人討論啊，有啲人好中意，唔中意嘅人咧就非常唔中意，覺得咧着咗好似 O 字腳咁樣啊。咁但係無可否認咧，上年彎刀褲都係幾潮流下嘅，咁你亦都見到好多牌子啦，尤其是我哋最愛Uniqlo 啊或者 GU 咧都有推出呢種版型嘅褲款嘅，咁但係咧，我覺得2026年咧呢種趨勢咧就慢慢會減弱噶啦，尤其是啲闊版嘅，因為咧已經冇以前咁流行 baggy 啦，呢一種彎刀褲咧係一個幾極端嘅一個版型嚟嘅，咁啊我相信2026年咧應該都慢慢會 fade out 噶啦。而且重點就係呢一種褲咧，佢好難變成一個日常嘅 item 啊！只要彎刀褲唔興嘅時候咧，你都唔能夠可以 keep 佢喺個衣櫃度噶啦，佢會襯唔到其他嘢啦。你着出街可能會有人覺得哇咁 out 嘅，你仲着呢一種版型嘅褲。所以咧，我建議大家如果未玩彎刀褲嘅話咧，今年可以唔使玩噶啦。好啦，跟住講 baggy pants 係啦，我好中意嘅。你見到我平時喺 IG 分享啊，或者 YouTube 嗰啲穿搭咧，都經常係着 baggy pants 噶啦。無論係我成日着嘅 Needles 嘅 track pants 啊，或者一啲可能 cargo pants 啊、牛仔褲啊，我都係揀一啲比較闊身啲嘅。純粹係因為我覺得好舒服啦，同埋咧，如果你 carry 到嘅話咧，其實佢可以一條褲質就令到你好有造型感嘅。2025年嘅時候咧，就真係非常流行 baggy pants 啊。無論牛仔褲好咩褲類型都好啦，你見到好多牌子咧都絕少推出一啲正常版型嘅褲嘅，都係推出一啲比較闊啲嘅 baggy pants 啦。其實我諗上年年中開始啦，慢慢你會見到，尤其是可能明星啊、韓星啊嗰啲咁樣啦，都會咧啲褲咧越嚟越收窄㗎啦。你睇 G-Dragon 你都知道啦，咁啊啲褲款咧都係比較貼身少少，未去到 skinny，但係咧都係比較 slim cut 少少。所以你會知道啦，2026年咧 baggy pants 嘅趨勢咧都係慢慢 fade out。當然啦，你唔使下下要去到10年前，大家着 skinny jeans 啊，加件長身 T 嗰種啦玩法啦。我覺得咧其實係會慢慢收窄啦。咁但係咧而家2026年比較流行咧，都係一啲 straight cut 嘅款式嚟嘅，着落去咧都唔會話好緊身，亦都係有少少 relax 嘅感覺。但係咧未去到之前嗰啲超闊版嗰啲咁流行啊。不過你問我啊，最緊要係自己中意同埋舒服嘅，呢個都係我自己玩穿搭嘅宗旨啦。只要你唔介意人哋嘅目光嘅話咧，你着咩都冇問題啊，中意就得噶啦。所以你見到我而家都係着一啲比較闊身啲嘅褲啊，因為真係好正。講完長褲，又講下短褲啦，因為嚟緊都夏天啊嘛。嗱，早2年咧，尤其是上年咧，都好流行 half pants 啊。
基本上你一街見到潮人咧，都係着一啲 half pants 襯一對可能 loafer 啊，或者着波鞋都好啦，或者有啲會着 Timberland 咁樣啦。褲咧係比較長啲嘅，去到膝頭哥以下嘅部分，感覺上咧係好有造型感嘅。但係咧去到2026年咧，你可以睇翻歐美嘅一啲朋友啊，佢哋着嘅短褲咧係越嚟越短嘅，嗰啲咧就叫做 boxer shorts 啊。咁啊真係類似你着一條 boxer 嗰啲咁樣嘅長度啊。嗱，首先咧夏天着就真係非常之爽皮嘅，因為好短好涼快。基本上咧，你上年着 half pant 嘅時候咧，如果真係30幾度嘅時候咧，都係有少少熱嘅。尤其是如果你着啲厚身啊、牛仔布嗰啲咧，都真係難頂嘅。即係今年2026年，如果興一啲咁短嘅短褲嘅話咧，大家都可以參考下，都會幾舒服我相信。但係咧，超短褲嚟講咧，都真係幾乞人着嘅。首先隻腳型要靚啦，雖然咧望落去咧着短身啲嘅褲咧，腳係會長啲，身形比例係會好睇啲嘅。但係咧有機會咧，你件衫太長嘅時候咧，就 cover 咗褲嘅大半部分啦，所以咧就冇咁好睇啦。咁啊，遲啲有機會我就講下呢一種比較短嘅短褲應該點配搭啦。但係相信咧2026年咧呢種短褲咧係應該比較流行嘅。衫咧其實我就冇特定睇到某一種 trend 係會流行嘅，但係有一樣嘢大家千祈唔好玩啦，就係咧超級多 layer 或者嗰種好刻意嘅造型啊。即係點咧？其實我之前都有介紹過，譬如你着恤衫嘅時候，你懶係有造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可能攝一邊恤衫腳，一邊唔攝，或者玩下 French tuck 嗰啲啦。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反領嘅，譬如恤衫反領又好 ，polo shirt 反領又好啦。呢一種係比較刻意嘅造型嚟嘅。2026年咧呢種感覺就比較 out 啲啦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，其實呢一兩年嘅 trend 咧係慢慢趨向簡單化嘅，整體望落去咧係比較 clean 啲，比較實用啲。如果你要玩啲心思嘅話咧，可能只係一兩個 layer， 再加少少 accessories 啊，或者擺啲細節喺啲衫度，譬如嗰啲 strap details 啊，即係可以件褸咧係做一啲消防員扣啊。上年係好興嘅，如果你留意到咧，有啲外套咧係出呢啲咁樣嘅紐扣。另外有一件咧 Adidas 推出嘅一件唐裝褸啦，咁啊上面咧就有一個中式嘅盤扣啦。我唔知點解嗰件嘢會咁流行啊，但我自己又冇買到。佢流行到係好誇張，我之前擺年宵咧，見到起碼一日都有4-5個人男仔着過同一件衫，唔同色啊當然，我覺得係都幾癲嘅喎呢件事。咁但係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中式嘢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呢件褸又冇吸引到我咧。係啦，咁啊講翻2026年咧，其實都會係比較流行一啲衫上面係多啲 detail 嘅，呢啲咁嘅小細節啦，反而咧可以令到你穿搭嘅時候咧，你唔使着勁多好多 layer 嘅嘢啊。咁但係咧，你就可以憑呢啲咁嘅小細節咧，令到你個穿搭咧更加多亮點啊。嗱，仲有短版 T 啊。上年咧夏天嘅時候咧，咪好多人吹捧，包括我自己啦，就係啲短版嘅 T 恤嘅。上年嘅時候咧，喺韓國啊、歐美咧，有啲人專登會自己剪啊，有啲男仔身材好啲嗰啲咧，會剪到件衫勁短，可能見到底褲邊啊，甚至乎見到少少肚臍嘅嗰種咧，其實已經 out 咗噶啦，係啦，咁啊唔好玩嗰啲。不過香港咧，我又冇乜見到有人着呢種嘅，咁啊可以着翻啲正常少少噶啦。咁但係咧都係偏向比較 fit 身。同埋咧比較短版嘅系列，仲有就係波衫，係啦，呢一兩年啦，唔止上年啊，其實2024年開始咧都好流行波衫噶啦，尤其是足球波衫啊。咁去到2026年咧，其實都仲有少少 trend 嘅，但係已經由 football jersey 咧轉移去到 hockey jersey 啊，即係嗰啲咧曲棍球啊或者冰上曲棍球嗰啲咁樣嘅波衫啦。咁你喺外國咧會見到一啲名人啊 KOL 咧都會着呢類型咁樣嘅 jersey 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啦。雖然我覺得呢一種 trend 咧未必會好大啦，亦都唔係個個啱着啦。咁啊，大家得個知字啦。咁啊，我自己都未必會玩呢一種啊，因為件衫都比較大件，出嚟嘅感覺咧係非常 hip hop 嘅。好啦，去到講鞋啦。嗱，首先咧，不如講下波鞋先啦。雖然咧呢一兩年咧開始越嚟越多人着皮鞋，少咗着波鞋啊，包括我自己啊。但係咧，我相信波鞋嘅潮流咧都會繼續延伸落去嘅。雖然冇以前咁受歡迎啊，但係咧運動品牌都會繼續出噶嘛，我都會繼續買噶啦。呢幾年流行啲咩咧？你會見到其實有前年啦，或者上年係特別流行啦，就係一啲比較 slim cut 啲嘅波鞋啊。啲就 Samba 啦，前年開始噶啦，跟住咧上年又有呢個 Puma 嘅 Speedcat 啦。
，NB 嘅204L 啦，Onitsuka Tiger 嘅 Tokyo 10啦，甚至去到近年比較低調嘅 Nike 都有翻炒翻 Waffle Racer 呢個比較 slim cut 嘅波鞋款啊，你就知道呢個 trend 咧，其實去到2026年咧都會繼續噶啦。相信咧嚟緊都係比較興一啲 casual 少少嘅便服鞋啦，以舒服好襯為主嘅。之前嗰啲好大嚿嘅鞋款咧就會慢慢冇咁流行啦。好啦，講完波鞋，當然講下皮鞋啦。好明顯，你見到我之前嘅開箱片好多都係關於皮鞋或者一啲變種鞋啦。你會見到個 trend 咧，其實越嚟越多人着皮鞋去穿搭啊。我自己咧都唔係一嘢咧就轉去着皮鞋嗰種嚟嘅，因為我始終咧都係追求嗰種比較舒服嘅感覺啦。所以你見到我介紹好多咧都係一啲波鞋 crossover 皮鞋嘅鞋款啦，起碼佢外形上可以貼近啲而家皮鞋嘅趨勢，但係着落去都舒服啲。但係我相信咧，去到2026年咧，係會更多人係着一啲真皮鞋啊，即係佢完全唔係一種混種鞋嚟㗎啦。咁咧，你可以去試下啲 loafer 啊，或者一啲 derby shoes 啊，嚟緊咧都應該會比較流行啲嘅。loafer 咧係絕對係不死嘅款式嚟㗎啦，又容易配襯，着落去咧亦都冇其他皮鞋咁硬咁唔舒服啊。所以大家咧，如果真係想玩皮鞋 trend 嘅話咧，就可以由 loafer 入手啦。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，有平有貴，有啲舒服，有啲好唔舒服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精心揀下。咁啊，遲啲我有機會都介紹啲真皮鞋俾大家啦。咁我相信咧，2026年大家可以留意皮鞋呢個 trend 啊。好啦，仲有一個 topic 就係關於顏色。嗱，2025年啦，或者之前咧，顏色係比較偏向低調啲嘅。所謂低調咧，都係可能玩啲通暗通啊，或者唔係啲勁浮誇嘅顏色啦。但係咧，見到2026年開始咧，有好多 fashion brand 啦，都會推出一啲比較鮮豔啲嘅嘢。但係咧，其實佢哋唔係玩到七彩嗰種，佢哋玩一種嘢咧叫 color blocking 啊。譬如上身你着咗一件好低調嘅，可能白色嘅一件衫啦，但係褲咧就會揀一件比較鮮豔啲嘅顏色，做一個幾大嘅 contrast 啊。唔需要全身都係彩色嘅，你只要用一啲比較低調嘅顏色配一兩件呢啲咁樣嘅鮮豔嘅顏色咧，就係一個幾好嘅配搭嚟㗎啦。相信咧2026年咧都會幾多品牌會推出呢類型嘅一啲單品啊，俾你自由嘅配搭啦。咁我哋又可以點配襯呢？嗱，其實我建議咧，大家可以用白色去襯一啲彩色嘅嘢，因為咧其實2026年嘅 Pantone 顏色咧就係 Cloud White， 係少少白白地嘅嘢啦。咁就可以用呢一種白色啦去配襯一啲鮮豔啲顏色嘅嘢啦，唔需要太多嘅，配一件得㗎啦。我覺得咧已經非常之好玩啦。好啦，我好似講咗好耐，係啊，我未試過講呢一種 topic。不過如果有興趣中意呢類型嘅 topic 嘅話咧，記得支持下加入會員啦。嗱，嚟緊咧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合作單位啊，最近加咗 Fumble 同埋 Leather Healer 啦，咁大家可以加入會員咧就可以得到佢哋提供俾會員嘅折扣啦。仲要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， 撳埋隔離個小鈴鐺啊！如果我有新嘅說穿片、開箱片，你就第一時間知道啦。如果想大力支持下嘅話咧，呢度係 PayMe， 嗰度有 Super Fans， 只係搞下佢啦。記得話埋俾呢個 friend 聽，今日自拍號係講2026年有啲咩千祈唔好着啊！好，係咁先，下次見啦，拜。